查有关郭文泰的随身碟所记载的金主，周刊报讲，利基店的董事长黄宗仁嘛是其中一个。利基店的发言人承认了，讲周刊的报道是真的，但是这金额无符合。我们转接了一个店做一个市场调查的报告啊，那确实也都做到了，也收到了报告啊，然后这些调查局都问过了，我们也都回答过了啊，但委托金额远小于200万，不是200万啊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谢谢。根据周刊报道，黄宗仁红列伫私效当中，但是无写金额。讲黄宗仁并无直接和郭文泰政治现金，是以劳务采购的方式来代替着假付，介绍一间电商公司和慕克公司来承包着网络调查的标案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